童年回憶，港式懷舊點心糖沙翁，香甜鬆脆，蛋奶味十足。因為需要純手工製造，冇得預製，家下出邊好多茶樓都食唔到咯。教你哋自己喺屋企整啊！食材係好簡單嘅，但係操作起身全部都係細節。希望你哋可以照住視頻一次成功。煲度倒入225克嘅清水，15克嘅黃油，佢係奶香味嘅來源。冇嘅話呢，你哋可以用豬油嚟代替。煮到佢大滾之後，轉最細火，倒入150克嘅中筋麵粉，即係平時我哋整包整饅頭嘅麵粉。呢一步呢，就係用細火將清水同油完全咁食入啲麵粉度，徹底淥熟嚿麵團。如果你用刮板喺鑊度唔係咁好操作嘅話呢，咁啊趁熱攞出嚟，戴多幾對手套，因為呢個時候個麵團係好辣手噶，快速咁將佢搓成咁樣光滑無光粉粒嘅麵團。跟住換翻個大啲嘅兜就可以開始加入雞蛋啦。只要前邊嗰一嚿麵團係徹底淥熟咗呢，佢係可以食入5隻雞蛋嘅，但係唔可以心急，需要一個一個咁加入去。呢度係確入第一隻雞蛋嘅狀態，佢仲係成團嘅。跟住加入第二隻雞蛋，繼續慢慢咁將佢搓入去。第二隻雞蛋加入去之後呢，佢係成團但係比較稀嘅狀態。呢個係加入3隻雞蛋之後嘅狀態，已經係比較稀噶啦。繼續加入第4隻雞蛋，成個過程唔好心急，要等啲雞蛋液食晒入去再確入下一個。其實一啲都唔複雜噶，只係我呢度講得比較詳細。就係想清晰咁俾你哋睇到每一個雞蛋確入去之後係咩狀態，真係想你哋照住做一次就可以成功。嗱，呢度5隻雞蛋確咗入去，你求其戚起個麵糊咧，可以見到個倒三角，而且用虎口擠出嚟咧，佢係堅挺唔容易倒落去嘅。跟住就要落鑊炸啦。屋企有呢啲幾蚊雞嘅溫度計咧就比較好嘅，佢可以精準咁幫你把控個油溫，因為佢係需要低溫慢炸嘅。油溫去到90度度咧，就要開始擺入啲麵糊啦。匙羹過一下油咧，就冇咁容易黐麵糊，好似擠肉丸咁樣，大細都冇所謂嘅，自己中意嘅啫。動作就要快啲，全程中細火慢炸，盡量喺110度之前咧就要將全部麵糊放落去啦。落鑊之後咧係唔需要喐佢嘅，因為佢上下受熱嘅油溫唔一樣，佢識自己翻身噶。大概5-6分鐘炸到佢6-7成熟之後咧，佢就自己識浮起身噶啦。慢慢你就會見到佢裂開，越炸越大，大到咁上下，見到佢定型之後咧，就需要轉大火升高個油溫，將表面炸到金黃焦脆嘅同時，都係為咗逼出裏邊多餘嘅油分。出鑊撈起身之前，你都唔好關火喎，如果唔係啲油又會索翻入去噶。趁熱黐上啲有砂糖啦，攤凍咗之後佢黐唔上去噶。糖呢，盡量買呢啲好似鹽咁幼嘅，大粒呢種口感係冇咁好噶。中意食甜嘅就黐多啲，唔中意食咁甜嘅意思下就得啦。幾隻雞蛋已經炸出嚟一大碟啦，外皮係焦脆香甜嘅，咬落呢又蛋奶味十足喎，真係好正噶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